除咗防曬霜就係呢支啦，明顯白咁多。呢一隻咧個皮膚係靚到好似即係自己生成一樣咯，即係本身如果你係容易敏感嘅，你都可以用嘅。係素顏必備嘅，佢搽出嚟咧係少少粉肉色嘅，咁會令到你個皮膚咧望落去咧精神啲啦，同埋咧有一定嘅遮瑕效果咯。因為佢唯一出咗一件嘅我哋叫類似有護膚功能嘅化妝品啦，因為咧佢係一個防曬咧 SPF 50+、PA3+，基本上咧你可以當佢 BB cream，佢都係擠嘅，非常之方便啦、衞生啦，同埋用幾多咧就係擠幾多。咁佢入邊咧有蘋果嘅幹細胞啦，咁可以幫助我哋嘅皮膚咧有80%嘅細胞再生能力啊，即係令到我哋嘅皮膚咧可以做到化妝嘅同時咧，亦都可以做到抗氧化功效啦，同埋都可以好似護膚品咁樣幫我哋修復受損嘅細胞。好專利嘅換顏配方，咁佢可以促進我哋膠原蛋白生殖，紫外線嗰度咧冇咁容易受到傷害啦，同埋佢好似有個纖維網喺個皮膚底層嗰度，幫你做翻個彈力修復。皮膚咧喺化妝嘅時候咧都可以 keep 住護膚嘅效果，真係有一個好強嘅一個遮瑕度喺度添。係啊，冇錯。如果平時你有面部嘅瑕疵啦嗰啲，佢呢一個咧都可以幫你做到一個好深層嘅一個遮瑕。佢擠出嚟咧，你見到佢會有個顏色好似粉底顏色啦，咁但係其實咧佢呢個上咗面之後咧，佢會有個智慧嘅調色功能啦，自動貼近翻你自己嘅膚色，幫我哋抑制我哋皮膚嘅黑色素生成。即係你用耐咗之後咧，你發覺你嘅色斑啊嗰啲都會淡啲嘅，同埋佢質地咧係非常之容易推開，佢唔立喎，佢唔會話好結身啦，唔會好容易卡粉啦，佢係非常之貼，非常之滑。用咗咧，人哋都睇唔出咧你係上咗粉咯，佢超級自然啊呢一個。佢就可以幫助我哋化妝又 keep 住護膚，用一小滴已經可以推勻你全塊面。買2件咧就每件減18，可以運款，啱晒中意搽嗰啲隔離霜啊，或者淨係搽 BB cream 啊、CC cream 嗰啲咧，你可以揀呢隻，因為佢會幫你化妝調色之餘咧，做埋養膚嘅。